第四篇139篇的第9啊第10来讲，你若点开清早的室，飞到海头来食起，就是遐你的手要引带我，你的正手也要带我。圣经写得足清楚，无论你去到倒位，你免惊，你免困，因为有主要牵你的手。但是，咱要互上帝牵咱的手。咱说像人定定安尼，当咱来到教会的时阵，人讲要我靠主，但是等到厝以后，咱定定拄着真济身体欠慢、无顺事的做，主伫遐要牵咱的手的做，咱看袂记住。咱再来听一条歌，要搁一届来大家讲，无论咱去到倒位的时阵，咱的主都会牵咱的手，做来听一条歌。
有一项事，我捌对邀我求，我由原地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邀我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地。这是请静待团咱来讨论。在所书有说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同心合一，同心合意，恳求父神的心意，欢迎他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部分彼此同心合意。让我们用这首诗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了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宣唱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
在主里的合一，是愿意放下自己的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我们再用这首诗歌，再次的启示与神的关系，自己与神的关系，也再次的向神的祷告，求圣灵来帮助再次的生命更新，也使我们能将神的教导、神的真理活出来。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离情而求。你是生命帮助我，使我生活到家园，寻找爱主的我，带着属灵的来我在被敬每次，让我敬拜会敬拜时，让我是三界为光之，你要做这就是我，是我的罪恶，将我这不归的人心而帮助我，使我心不难寻找爱主的我，能将主的让我在对镜每次，让心爱对镜保持。
学青春路，一生皆为重视。继续的在念。这是咱300名速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速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主，伊对圣神到来，对在主满了之时，日本丢了落进来受苦，便是被信赖众为故。第三日对上国我求天，打正全能的家，上帝话语。伊要对咱的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主，共同的教会，信我顺服，做下面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读者，这是咱咧300来启用文古圣诗启用文第10个篇，这是咱300来启用。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勒咧听候你，要对你写所听人祈祷的主啊，万有爱你的人拢会祝福你。罪恶较赢我，我的贵是你拢会写下。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徛伫你的院内的。就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怀意重。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你万无好的，无万难伊，互伊真肥。上帝和伊的水满满，你安尼有好的，就是迄人伊把好好。你管下田园，满伊的沟，修平伊的灵。如果水好的软，伊有所发生的，得到伊的释放。你用你的威严做年冬的冕顶，你的路面拢有在地，地伫旷野的草坡，山头用欢喜在做下。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麻来扛。伊拢欢喜出声来吟诗。这是写300来祈祷。向阮的阿爸爸上帝，是阮的主，阮献上咱上深的感恩甲敬拜，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阮通交对你的囝子，有份伫你的救恩，佮赏赐阮圣神安慰阮，教示帮助阮，检查阮的生活常常无照主的话，遇到失败滑倒，阮心受威胁，有苦毒、嫉妒、怨恨，求主帮助阮，认阮的罪，阮将阮的重担，阮过袂去的软弱，摆咧主你的面前，求你监察，照你好的旨意，赏赐阮所需要的勇气甲智慧，互阮重新有机会，伫家族、工作、人际关系、达战术，有主你的旨意伫正，要跟主，阮教会的建堂，社区阮大团契的聚会，以及所要进行的事工甲训练，求主掌管带领，赐福阮伫服侍的当工老师，有教育的规律甲观念。主以后要将你竞选要得救的朋友加添互阮，阮也为着教会后礼拜的野外礼拜，求主管护阮筹备顺利，人员车辆活动平安。阮感谢兄弟的奉献，感谢主，伊通过逐摆的活动甲聚会。阮搁较侪三家人同心合意，去做教会幸福福音。阮少年侪兄弟有病痛，伫病院疗养，
灵魂也是肉体有欠缺，就有担当。求主你的怜悯甲医治，继续甲因同在，也互因体会主你的恩典到内用。今早起感谢你，搁一摆祝福因带长老，借着伊来证明你的话语。阮无论是实体的敬拜，也是线上的敬拜，恳求圣神拢伫阮的心做工，阮有通领受你的话语带来的快乐，更新阮的性命。这是阮当心合意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请三马团契为咱来献上祷告。我来到神面前，在喜乐神面前，弹起跳舞大声欢呼。我来到神面前，在喜乐神面前，有人给我将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保住，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现在这里喜乐无止境。我选择相信，相信，相信。相信我会实现。我选择相信，相信，相信，而是那个是相信。喜乐，喜乐，喜乐，喜乐保住，常常喜乐。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选择这喜乐无止境。我选择相信，相信。相信，相信，我会实现。我选择相信，相信，相信，万事万是相信。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我选择相信，相信，相信，是的，那是相信。感谢三马团契真水的学老。这是咱来中读上帝话
永续上咱这摆圣经节，伫一份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13节，这是我来读。一份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13节，所以我踮伫主最求愿的、受愿的劝你，惊代志着合伫所受的条，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伫忍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的智义、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因为体一个，神一个，亲像恁所调的愿望也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一个，上帝一个，最正人的杯伫万物的顶面，贯穿伫万物，踮伫万物的，总是用恩典，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所以讲，伊升官的时，就掠遐个受掠的，也将遮个恩赐分互人。既然讲伊升官，也毋是伊捌降落伫第一个嘛？迄个降落的，就是迄个升官的，伫遮个天的遮个天的顶面要充满万米，伊所赏赐的有速度、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要为着互圣徒招备来做车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体，直到咱正人伫实，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一般。以上这是请要请传道人为咱证道，伊的题目是合一的信仰。你食饱未？食饱。唱烧无？安尼足无饱，人咧走嘛，传去唱啊，遮好变泡泡啊！你嘛感觉讲啊，这泡泡啊，咱是验光上帝，你要解泡泡，泡泡就去验光上帝。咱大家三个做伙一个代志，变味的时阵，咱差不多徛一个人烧咱，你感觉啥物代？你无唱前张了足一道，好靠啊！迄人迄个人嘛足一道，尤其咱哦，你嘛有啦吼，莫看咱是爸爸，我嘛讲嘛惊咱一个。红烛这顶礼拜无来，我甲你点尔。那有代志啊吼，你讲讲平安，顶礼拜你讲虚假平安，虚假的平安。比如说平安哦，平安哦，其实没有平安。平安是一种问候语，可是更重要的是祝福你，也祝福他人，且跟隔壁的讲平安。哎，用心里面的祝福，这种平安是一种很美的一种祝福。让他得到宁静，得到平安，得到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都要互相的祝福，互相的祈求他的平安，他的功课，他的课业，他的恋爱，他所得的家庭，他的事业，一切上帝会照顾着他们。这个礼拜，其实我心理上有一点。说难过，可是又觉得，也就是说，在大公教有一个跟我非常好的长老，我想这个也已经放公开了，杨长老，非常的热心，非常的有信仰，在基甸会里面他出了非常多的力，然后得到有秀啊，那个有秀开一个洞，那个一上来。我的义祖父了哈，我爸爸的义父也是胰脏癌3个月，然后他是6个月。直到那一天，他其实有打电话跟我讲，他凡事交托上帝。我说我们都迫切为你祷告，他说那你们迫切为我祷告，但是不是祷告说我一定会好，而是祷告说我的心得到平安。昨天接到消息，他已经送到安宁病房。他说他很高兴，每天
找一些弟兄姐妹来唱圣诗，可能这一两天，可能上帝就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再来我们要互相探讨，这教会上探讨是生命，探讨是人生，我们合一的生命。我们从敬拜赞美团告诉我们重新合一，心是新旧的心，不是从心里合一。我们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从心里面，你们要合一，所以合一是互相的合一。我们今天所讲的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要从门主恩召的合一，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来讲到合一的基础。刚才透过德伯兄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所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怎么样？既然门召行之为人，就当与门召的恩相称。今天你来做音响的，那就跟你做音响的，尽的努力做招待的，做招待努力，做每一件事情都每一件事情。你有发觉到今年三好团契演，他们也练了很久了。他们唱歌，他们有分部了，他们真的是在唱的时候，不管是相信，不管是喜乐，他们真的把他们的对主的荣耀、对主的安慰、对主的喜乐都表现出来。耶稣常告诉我们，为了你受迫害啦，你就福气在包袱里面。为了我，你在受困窘，你在受威胁，你在受艰难的遭害时，你的福气，因为你提过过去时段，对着我，你们遭受了很多的各种的诽谤。你们在天里，你们要欢喜快乐。哎，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错误啊？你们被诽谤，你们要欢喜快乐。耶稣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在那个背后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患难中的恩典。在上个礼拜我们最后讲的故事完之后，有3个经节，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念，对不对？第一个经节里面告诉我们遇到患难，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你的世上有患难，可是我主耶稣带给你们的是什么？跟世人不一样，带给你们真正的平安。我想你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生活的过程之中，有遇到很多的患难，遇到很多的挫折，可是你们要欢喜快乐。当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平安喜乐，要平安喜乐。平安喜乐是什么？在他自己受试探，他帮助，主要是帮助我们受试探，就是告诉我们，我给你们所能够承受的，不会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讲求的讲，你得当忍受的，你感觉我才忍受袂了，总是主要说来看，我得当忍受到什么地步？很大的忍受会带给你平安跟喜乐。我每次来都会问你一件事情，我每次看到曹文兄的家人都会问一件事情：条件呢今晚安怎哈？我治疗了，我较忝，总是看到你的进步，我就很高兴。珍惜生命是我们应该的。你刚才不是讲说那个杨张老师加护那个安宁病房？可是我们活着的一天要珍惜我们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要珍惜耶。可是有一天上帝觉得你在世上所有的劳苦已经安息了，你要睡了，那我们也很高兴啊。因为所以不管你活着，不管你死了，不管你的以前，不管你以后，你都永远是平安跟喜的。所以蒙恩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从世人选召。就像我们在那个读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是说什么？从母胎呀、从你还没出生，我就已经在纪念你呀、从母胎我就要祝福你呀、上帝拣选我们，很早就拣选我们了。你这个陈先生可能讲说没有啊，是谁？是我们这个姚弟兄带我过来的，没有错，上帝拣选姚弟兄带你过来信。你们是从蒙恩，你们的得救，就从你在母胎上就拣选是你们，这是种光荣呢。被拣选是一种很光荣。昨天是国庆晚会，我就突然想到说，国庆晚会我怎么没有受到邀请？很多人反正在国庆晚宴吃东西的，我一定会受到邀请，虽然那个人数很少。
我才想到说，原来秘书都帮我推掉，秘书都是我婆，反正我都不喜欢应酬，什么因为什么什么，全部的都推掉。但是国庆晚宴会带我太太去吃好吃的东西，说等他们那些大官走了以后，我们两个才去。说5点到7点，我都是6点多以后才去，为了让我太太知道说，那个那个国宴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只有那个可以带太太而已。但相对的，我没有说我们拣选是什么被拣选啊？其实我也跟我太太抱歉，我本来还想说，天龙国庆晚宴江蕙要来唱歌，我太太很喜欢江蕙哦，江蕙要唱歌，太太说太我当国庆晚宴怎么你没有收太多钱吗？这本来邀请我敢推掉，我从来没有去接受人家的任何邀请的。国父纪念馆什么音乐会谁来表演，都是给你坐中间的贵宾席。你不要以为坐中间坐在第一排里面，你觉得那是贵宾席，那个是受罪，看东西都仰着头看，有什么好听的？所以相对的，我从来没有参加，所以昨天大家抱歉，下次将会有在演唱的话，我再带你去听。那相对的，我们是拣选我们什么？选到出于神的，我们是很宽容的。就你跟隔壁的讲，你是神选到你的，神选到你的，很光荣的。我们在这里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说我这里才不到100个人，神这个，我发现我跟你们这不到100个人，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给社会去，我就欢迎那我心里是喜乐，是从心而出的，从心出来的喜乐。而不是说你在那个国庆晚宴可能3-4万个人，那有什么好喜乐？那只是去那边纯唱歌而已纯听歌而已。我来跟你一起敬拜，是个非常高兴的。尤其我们教会有3个人同年龄的，但弟兄女、弟兄女讲话我们是还是赶年龄啊，今天我弟弟过来我才加入大哥文来，考古菜。但相对的，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不分彼此的快乐。我们是在这里是不分别，是神拣选我们而来的。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下半年都没有年假，如果这时候没有台风来，我们有年假吗？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祈求主的怜悯，因为南部实在是遭受很大的灾情。可是还好，我们家小猴子好高兴有2天的年假，去中国花园参观了2天，好累他去玩5个小时，我们累5个小时。还好年假，再来没有了哈，连国庆都没有年假我的年假已经结束了哈。台风来，高雄放4天，我们还有放2天的年假虽然这2天无风也无雨可是我们总是放的年假不管怎么说，这选到出于神。我们有时候骂气象局，现在气象署了因为署，这预报这么不准。上帝的东西你预报得准，那才奇怪。上帝的意念，上帝的所为是超过我们所为的。台风这是第2次在台湾突然就消失不见，这是第2次。有时候台风，你看赫伯台风，那时候我还在台北的时候，看到扫过去又扫回来，把台湾连续扫了2-3遍，让台湾满目疮痍。听说台北很多的那个地下室全部都积满了水。我们很多东西神出于人，我们有什么才能？咱有啥通去讲呢？有啥通做讲呢？上帝互咱呢是超过咱会当超过咱的计算，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你不要怀疑也不要轻看。就像我们这一次，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去那个苗栗，我们在礼拜。我也想利用这个晚祷的机会，让大家再一次的深思9点，我们为什么要一起祷告？你花3分钟，你花5分钟，你花10分钟，你花30分钟，都是一起祷告。那个力量很大，不要小看那个力量是大的，那个力量不是你的意志，是上帝的意志。你说我怎么？就像那个杨长老，有一个我一个埋怨说，我们大家都为你祷告，上帝为什么不要让他好？上帝跟你讲说。他好，他会痛苦很久我准备把他选到在我旁边就当时郑长老离开的时候，我们心好难过可是想一想他搞不在上面很快乐第上千年天上一日
我们有什么好悲哀的呢？所以我们选到的是什么？神选到是我们要以神儿女的身份去执行他所交代的任务。神升天的时候交代我们做什么？神父母们，你们要什么？将福音传遍天下，你们召万民为我的门徒。然后呢，带他们来受洗，让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我所封领的，你们封他们手，我就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亚所举天就跟他讲啦，讲你咧招望百姓来对我核心啊，我互白教信息命个惊死咧，既然我所烦恼你，你就烦恼伊就我要跟你大家做伙，直到世间的宝贝。什么叫世界的末了？也就永永远远的生命。市场的生命，我们再来这几个礼拜都探讨人生跟生命。可是想想我们在人生跟生命，另外角度有什么好计较？有计较是那长久、永永远远的生命。上帝交代你，也交代你做敬拜赞美，你就用心去做敬拜赞美，用心献给神，用最好的声音，用最美的声音，所有的都是献给上帝。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圣经写灵的合一，灵使圣灵的合一。我们的合一不是，我跟你没问题，我跟我太太合一没有问题，我们要全部的合一。我在中间教会觉得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感动，显然可以动去会哈，你再开场智慧哈，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不会吵架。你们是很笨呢，怎么都不会吵架？奇怪，我开了好几次，还没有看到你们吵架。应该我想办法让你是长智慧去吵架看看。西安教会每次开会，每次吵架。我的意见才是对，你们全部都错。我们能不能从圣灵里面合一？每次在吵架，我都说大家来，静下心来，大家先祷告，祷告完之后再继续开会。吵架怎么吵就是世俗人的行为嘛。我在总会信仰委员会，你经常开会再吵架，拜托，先祷告以后再来开会好吗？我们是为神而开会的，而不是为个人而开会。今天为了我们，你一定要听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才是对的，真的吗？你的意见真的是全部是对的吗？也许上帝不喜欢那个意见，上帝给你的意见，你说哎呀，上帝这个意见很差，可是以后你才发觉到上帝意见是好的。所以我们的同学也最重要的是什么？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以弗所书第4章第2节前头告诉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听起来很容易嘛，谦虚跟温柔，你们有没有谦虚？有没有温柔？温柔是女孩子啊，男孩子能不能温柔？我妈你有没有温柔？我看你不摇头，你太太在旁边呢。相对的。男生有些温柔，其实有时候我跟你太太，因为有时候累的时候讲这个，男生有些温柔啊，也可以在耳边，就像我们那个吴长老他的太太，你太太哦，你最开始看咱的五丁肉的地啊，有第太太迄个挂那个迄个护膝，一地地那地啊，地的地啊，行人，即摆行人看到拔起来，所以把头就给他挂嘞。你等一下再给他带你，你敢说没有吗？很温柔你有时候在你耳朵旁边，那小弟兄，记得晚上在你在旁边跟他讲话，那个不一样，温柔一点。公告有听到没有？然后等一下我明天我下午跟你太太，温柔跟谦虚两个是一体两面。温柔的人自然会谦虚，谦虚的人讲话就是温柔。他们要怀爸爸，讲话跟他好恰白白，恰白白兄你听我无？你甲做讲的时阵恰白白。就不会我们有时候学温柔，温柔跟谦虚是通，然后更重要的什么？要互相忍耐，忍耐是个很重要的功课。忍耐有时候你实在是受不了，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不否认我在电商有时候真的是忍耐，有时候到极限。
我们上一届我已经讲了好几次，我真的用这个做见证来给各位做简介。那是一个很标准的基督徒，上脸书有5、6千个铁粉，都是基督徒，每天阿门赞美主，阿门赞美主。他在监察院连调查官都不跟他坐在一起，凭什么这个跟我出来？我是监察委员，你站在我旁边就好。所以每个都讨厌他，讨厌死我。进来见到我是基督徒，大家吓得要死。说这个人如果再多个基督徒，我们都监察不是翻了吗？那基督徒非常的凶。我说不会吧？不会吧？我本来想问他，我问他几个问题了，其中一个问他说：“你真的是基督徒吗？我看你的脸书真的是奇怪，你的脸书为什么不用在我们监察院？你是用在脸书，为什么不用在监察院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的笑容，不要忘记了，你出去外面要带更大的笑容，好吗？阿妹。你今天的笑容出去外面要更大的笑容，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在你各方面要更大的笑容，而不是在做礼拜才有笑容。那出去外面就是板着一副脸，我最伟大，我赚的钱最多，我是老板。因为职位不同我们真的要谦虚，要忍耐。所以我的8福里面告诉我们，天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天必让我去，因为先脚土地。谦虚的人真的是有福气耶！我们看到那个老彼得告诉我们耶稣什么？大不还口，大不还手。为什么？为了承受我们的罪，为了承受我们人类所做最大的罪，所以我们经常举到这个例子：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抽象的法利赛人家推表呢，一个法利赛人祷告。那个如果看原文是自言自语的，要祷告给大家听的。兄弟啊，我哇天贤我好虔诚啊，我1个礼拜禁食2次啊，我都不做那种简灵掳掠的不好的事情啊，我要赎罪奉献啊，上帝，我是多虔诚的人啊。因为是什么？抽税的弟兄在古代是很受歧视的。抽税的弟兄是受歧视。连天都不敢给，别原谅我了，原谅我，我真的是不配在这里祷告，原谅我。一个人在那边很谦虚的低头，一个人。各位，所以我经常讲说，我刚去台北地方法院的时候，那时规定都要穿西装，所以他们叫我们就到那个衡阳街那里有一个老师傅，专门在替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做西装。有都听过嘛做西装不一样呢。刚进去他就问我说：“你来法院你当法官，你要来多久？当法官多久？”我说：“刚进来。”这样那这样西装的前面要多长？为什么？当法官大概10年以后，我就可以做很平整的西装。如果当法官超过20年，那个西装变成什么？后面要短，前面要长。为什么？因为刚开始当法官很骄傲，所以前面要长嘛，基本差不多一样。10年以后差不多大家比较偏泛的，所以你可以穿自制西装。再过个10年到20、30年以后轮到后面要长，因为走路累，所以西装后面要拉长。我们能不能像晚年的法官谦虚一点，好不好？我好行。你比上帝行吗？第二个，我们用爱心互相包容，这很重要用爱心来互相包容，用爱心互相包容是用爱心互相包容，重点在哪边？要用爱心互相包容，从圣经里面合而为一所以重要的是看弟兄互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下个礼拜我们去苗栗的时候，我特别要提到这个见解。我们出去在那边，你可能跟不同家庭的人睡在一起。因为我们有时候要2个、3个、4个住在一起看那个房间大小。可是那是家人我们要真正的兄弟姐妹，兄弟姊妹大家在一起和定的水，和定的好和定的完美我们在一起就是和定的美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在一起的美，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的记住是什么？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今天我们中间教会，我觉得我们非常合而为一，而且我们很
谦虚，但是不要忘记，这要继续保持下去。我们不能谦夫，不能轻松，不能放松，我们真的要合而为一，因为这是圣灵所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一定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十诫里面，我们现在都信的概念嘛，对不对？十诫里面，全世界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爱上帝。后6诫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爱人呢？第5诫干什么呢？要孝敬父母。上礼拜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就讲孝敬父母哦，阿公阿妈也要孝敬的。我经常教我们小猴子，所谓的孝敬父母是对阿公阿妈都要孝敬。圣经不是讲孝敬父母，阿公阿妈不孝敬，有听到没有？所以我阿姨要孝敬啊，你不孝敬我就把他带回去，过年夜就在我家吃饭，看你们怎么办。所以相对的孝敬是什么？互相的，这是爱的源头哎。他爱我们，是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罪，所以我们跟人和好，还有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日本人很喜欢吃米索西鲁味噌汤嘛，这个应该连到了全家都应该很清楚。连家的女生全家还有没有在吃味噌汤？偶尔吧，不是每天的哦。有一个日本人来台湾做生意，就跟台湾的女孩子恋爱。这个日本人非常的好，他的媳妇2个人感情非常好，就台湾里面在日本公司做事做得很快乐，他家庭也不错。有一天，他们先生就跟他讲说：“太太，很对不起，我的妈妈，我家嫂过世了啊，我的嫂我爸爸要把他接来台湾。”我爸爸脾气日本那种老日本教育的脾气很差脾气非常差。我们台湾人脾气都好了，日本，这方我不知道，因为我日本经验多，我觉得他们脾气都很好的，脾气很差，所以你要忍耐。爸爸脾气很差，那就看在我的面子，对不起呀，真的是我跟你道歉。我一定会好对待你。我爸爸脾气很差，就劝你忍耐。他说不会啦，再差我都可以忍耐。他是个基督徒我一定会用最好的待他。他的爸爸早上有个习惯，2个习惯嘛。第一个习惯要倒尿桶，他晚上不上厕所，要用那个日本人用尿桶。你一眼就看到尿桶，对不对？用尿桶。第二个要早上起来就要喝米索西鲁味噌汤。哇！他就开始研究怎么做味噌汤。味噌汤好多种嘛。如果你去那个，尤其比如日本的百货公司，味噌汤一大堆，很多种。味噌汤对身体很好。日本人喜欢吃米索西鲁。哇！他就开始研究做。他爸爸来，早上没错，他就帮他倒尿之后，就煮了味噌汤。而且他买的都是日本超市的哦，日本人的味道的哦，就买了好喝。这是什么味噌汤？那么难喝，你到底有没有学？到底有没有学好？既然你没有学味噌汤连这个学做都没有。对不起啊，我再努力。他问了好多日本的师傅怎么做味噌汤，就问慧文，怎么做味噌汤？好吃的味噌汤。第2天做了味噌汤，他觉得这个里面是最好吃的，然后把它尿壶倒完，准备在那个厨房洗，做味噌汤，就放进去，放。现在好气哦，就把味噌汤，听啪摔碗的声音呢，去看味噌汤被他倒掉。你做这个什么味噌汤？跟你婆婆做的一点都不一样，好难喝。怎么会这样？我还要去那边就问了好多人，去日本商店问人家怎么样把味噌汤做得好，大家教他试了好多种，他终于试出一种最好喝的味噌汤。3天早上，他倒完尿壶，放在旁边准备洗的时候，把味噌汤做完了，就端到餐桌，他爸爸喝。当初死了，到底你要我学？叫你学做你婆婆做的味噌汤，你就是不学，做什么人家媳妇？开始骂他，不委屈。那个
重新去做，轮回了。我不喜欢怎么办？大家，牧师讲要忍耐，我们要谦虚，我要忍耐，我要忍耐，我要互相宽容，对吗？宽容是要互相的。你都对我不宽容了，好了，刚好在洗那个料，就把那卫生纸倒在那个的料桶里面，倒完刷一刷，就把它倒回去。卫生纸里面有料的味，啪啪啪的料味。爸爸，反正你生气嘛，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嘛，就端出来给他妈妈。哇，他那个公公喝完以后，他在那边想，在客厅里想说，等一下就会摔碗，会噼里啪啦大声音。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的，大家都去看，我昏掉了。这是我豆上的味道。我豆上每次都煮这种味道的卫生汤给我喝，我好想念你的婆婆。你当然好，对不对？煮卫生汤要注意耶。宽容是互相忍耐，而不是一单方面的行为。记住，我们有时候只希望人家对我们好，我们要付出呢。当你要对人家好的时候，你要付出，因为那是合一的基础。是不是合一基础有7种，对不对？我们7种有时候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上帝，7种。可最重要是什么？圣灵、主、上帝、三一真神，在神里面的合一，那才重要的。所以合一的基础很重要是什么？只有一位神，有一位神。神只有一位，我们不要说为了来基督教以后信仰以后好累哦，只能够信耶稣基督，只能够信上帝，只能信10年3位一体，我不能拜别的吗？我就干脆观音菩萨、那个妈祖等等的全部都拜，总是猜中一个吧？没有哦，神是忌邪的哦。除了我以外，更有别的上帝、独教、外王道、白弟兄弟，神是忌邪的。他希望你单纯敬拜他，你单纯敬拜他，他当然就单纯祝福你呀。我想这个本来就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更重要是什么？要连结于基督位。我成为一土信徒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紧密的连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紧密连结。所以他讲说，那个保罗先生讲说，他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了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成就基督的身体耶。什么叫基督身体？就教会，所以教会要各尽其职哎。你说没有啊？我不会讲道，你不会讲道，你总会招待吧？你最起码你会笑脸对着人吧？对不对？一般笑脸啊，你看一般都是笑脸对着人，笑脸对着人，我们。来这里，我们各种的恩赐，你要就把它发出来。你对着人，你很高兴的跟人在一起，那就是一个。结尾来讲，我们重要的在上个礼拜我们读过这个经节，有没有？我再读一次，这经节很重要。我们再来一次来，这些事我已经对你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并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双管环叫什么？相信、喜乐。这个本来在主的面前，合一的基础是什么？连接于基督啊，才是一个合一的基础。这样的话，喜乐可以满足，喜乐可以满足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彼此相爱。而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命令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要跟着这样做。这个事情，今天事情很麻烦。我没有，我就啊，这个我们看过的主耶稣自我性跳好。主耶稣自我性有没有补？
你看我们好厉害啊，都一起的，这个都是一起的。主要守在我心安的我心啊，是我的爱，是我的荣耀，因为你有了我，请你来马赛，我的心再次来。主要守在我心安的我心啊，是我的爱，是我的荣耀，因为你有了我，请听我的马赛，我的心爱何来？在风雨中，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因为我们要从心合一，我们心里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我们要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我们全部的交托，完全交托在主你的面前。纵然有风有雨，有主耶稣的庇护，我们会得到平安跟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之前请准备心来的奉献。
请咱人员徛咧，咱来因上扬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临时刷车，传到咱中。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海中烈烈感心情，阿拉萨利利黑中美，尊良有万里花万岁。愿平安喜乐的主带给你们一生一世有恩典与慈爱。愿主耶稣的宝血赦免你们所有的罪，让你们重新得力，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满足了所给的问题里面上帝听从圣经的因材天法则预备，对即时一个因世大福音。阿门。现在，这是我来报告。后水，这是咱亚华礼拜的迄个圣光的日子。咱若就是伫后礼拜，咱教会遮台北遮这个所在无礼拜，就可能请咱无参加亚华礼拜，惊这咱就爱到咧附近的教会来聚会。咱这礼拜会后有小组的分享，是新眼光的亚里秘书第7章到14章。咱下晡咱有调规中执会，要请中执老婆参加。咱迄个圣经的充满我，抄写圣经的迄个圣经填充，咱请会当伫今日咱来完成认证吼。后礼拜咱迄个亚华礼拜是拜六吼，拜六上午8点20要伫教会集合，要8点半要出发。就是车辆吼，搁行程甲迄个房间的号码，拢咱会当伫后壁的公报嘛，才来详细来看。咱第6点吼，中执会咱决定伫11月7日9点半，伫4楼要召开年度的中执甲各团契的同工研讨会。所以咱请咱各团契的甲中执各团契的新旧新的同工来做伙来出席。妇女团契夫妇甲妇女团契定伫11月15礼拜5要举办苗栗的一日游。咱详细内容请咱伫公报内来看。下周的进度，新办公进度咱也家己来看。只是要请业长为咱讲解咱的迄个即礼拜迄个新办公亚里秘书的部新年大家平安。咱即礼拜是第7章开始啦吼，第7章。这是顶礼拜读的啦吼，咱有读过，咱知。这是先第一伫迄个圣殿的前面，在圣殿的前面所讲的预言啦。你知影伊去圣殿吼，以前约西亚王以前整个国家都已经恢复哦，已经
恢复迄个圣殿的敬拜。啊，竟然这个耶利米去底下去讲这个话啦，伊去讲的话呢，伊讲恁以前你们呢是要弃邪归正的，以公平来相待。啊，最主要就是怎么样？你们不要欺压寄居的跟孤儿寡妇，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要随从别的神陷害自己。他其实已经在圣殿里面敬拜，他还是这样讲，可见那个整个社会还是充满了这样。啊，结果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他说神说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是耶利米书特别讲，如果拿回列，好像你们回想一下示罗那一边啦，你们回想示罗就当年400年前，差不多400年前哦，400年前在示罗的时候，就是以利当祭司的时候。啊，以利当祭司的时候，跟非利士人打仗啊。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想说要打赢的时候，把约柜抬出去了。啊，神跟撒母耳讲说，你跟以利讲啊，他们全家会在同一天死掉，因为他听从他的儿子比听从神还重要。那所以约柜扛出去，说打仗的时候约柜扛出去，扛出去的时候，约柜被抢走了。人家回来跟他讲说，约柜被抢走，你的2个儿子们被杀。以利讲伤大头了，说都像两鬼，当场就死掉。所以一天呢，一家人全部都死掉。所以他说你要回想示罗这件事情，回想这件事情。就是敬拜的时候，其实他们有献祭，但是没有顺从。他这个特别讲，所以他讲说顺从胜过还击。顺从，如果没有这样的时候，你们如果没有顺从神的时候，他说接着会怎么样？接着你的太太会被人家两个做货，田地会被人家抢走，财物会被人家抢走，全部都会抢走。青年人呢会死在沙场上。老年人呢会死在街道上。你出去呢，你再出去遇到刀剑，进到城里面呢遇到饥荒。所以后来耶利米在那边讲完以后，他看到那些异象以后，他就求神来怜悯为神为他们祷告。结果神说怎么样？说不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我定义要把他们灭亡。所以后来就灭亡。这个灭亡以前，他还特别讲了2个用了几个。他第一个他说，你把你的腰带拿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放在那个洞穴里面。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你知道他犹大地那边跑到幼发拉底河，其实蛮很远的。那个时候也没办法说开车去、开飞机用走的跑过去其实非常远的。大概要走到将近10几天要甚至要1个月。他走去那边，把那个腰带放在那个洞穴里面，然后回来。神跟他讲：“你回来。”过了一段时间，神跟他讲说：“你再去把那个洞穴里面的腰带拿出来。”说腰带都烂掉，没有用了。他就讲了，以色列人就像这样，在神面前以后再没有什么用途了，因为他们离弃了我。再来他说还有什么？一坛酒酒给他喝，给谁喝？说给先知跟祭司喝的。人民也喝了，喝了以后呢，就大家相撞在一起。所以神就跟他讲特别跟他这样讲。这个是在前面几章一直在讲这一些到第10章。后来神就跟他讲说，唯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神，你不要去拜别的神。我们知道约西亚死掉以后，他的儿子又把他的圣殿把东西搬出去了，又把偶像搬进来，所以神就透过耶利米跟他讲说，唯有神是唯一的神。所以他说灾祸一定会降临，灾祸羊群呢会被分散，因为牧人都没有好好在牧羊。这个是耶利米一直在强调的所以他们说他们吞了雅各了，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说那一些巴比伦那一些人来的时候就会这样。所以刑罚一临到的时候，到第11章以后，他就讲说刑罚一临到，为什么？因为他们乐意行恶，烧香拜巴力，罪口神来发怒。说这样的时候，先知呢就非常困惑所以他就呼求神。但是神跟他回答，就是他不听他的祷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让我们想一想就是
就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都有它的征兆，不是没有的，每一次都一样，每一次都一样。那个上次我讲过，日本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证明他很强。人家提出来，那个高桥三郎提出来的时候，他们说不会啊，我们就是很强，把他抓去关了。高桥三郎那个基督徒东京大学的经济学的教授，其实都一样所以他讲说呢，那个以色列人就好像那个什么，以色列人就好像那个斑马那个一个点一个点在那边说那个行恶不会改变。好像那个古时人这个黑人那个皮肤也不会改变，他的行恶就是这样不会改变的。所以神的定义要把他们灭绝所以他就特别讲说，还有干旱之灾啊，还有瘟疫，还有瘟疫，这些全部都会到来。他说你被送到外国去的时候，招到外国去的时候，他也定义用刀剑把你灭绝。所以神的那个审判一到的时候，其实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离弃了神所以他有讲一句话他有特别讲说那个。他有特别讲说，夸口的因他聪明却因他的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夸口是夸口他认识耶和华，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跟公义，以此来夸口。不是夸口他有钱，他的国力很强，不是这些以上跟各位分享，谢谢。感谢也迄个讲解咱迄个实体交通甲代表市场迄个精确度，咱就伫小组来进行。这是咱面对的来宾。这首歌是阮太太最爱唱的，回应是讲叫我一定爱唱，我看起我就到符合临时甲换起来。临时换起来时，好在在我带手机要有简谱，咱等着一个音乐家，迄安尼好看就晓换。咱甲迄个音乐家他拍一头好啊。那个上帝原谅我，真的是我没有注意以后下次我也小心。可是我们还是从头唱到尾的啦还不错，来，大家继续交流，来。